我哋今日參觀一個藍手嘅342尺，咁啊由大門口咧呢個位置啊入到嚟咧，咁其實呢度已經有一辣嘅鞋櫃㗎啦。咁嚟講咧，咁再望翻咧呢一邊咧，其實就有一個廚櫃面，就廚房位置。咁好特別咧，呢度開放廚房，但係咧其實都係用明火設計，鑊氣又充足。咁啊，其實發展商點解呢度可以用明火咧？其實佢係合乎呢個消防條例嘅，因為佢呢一度咧所有用嘅料咧都係防火物料，咁所以咧其實係合規格嘅。咁啊明火設計嘅開放處，咁呢個大廳咧，大家見到其實個地板咧都好用心思咧去鋪嘅，一個斜紋嘅設計。咁其實大致上呢一個鋪法咧係比較考功夫嘅嚇。咁嚟講咧，佢都係當然咁呢個咧係用一個斜紋嘅瓷磚啫，就唔係木板嚟嘅。咁嚟講咧就電視機、sofa，咁啊行翻出去連接住咧就係一個露台啦，3合1嘅咁啊冷氣機、主機。咁望翻個景觀咧，都係以九龍城一帶嘅開揚遠景為主咯。咁啊，大家睇翻咧，其實個露台咧都相當寬敞，咁其實晾曬啊，或者擺張凳喺度坐低，咁啊都可以參考下。咁嚟講咧，行翻入嚟咧，咁啊呢個大廳啦、飯廳、sofa、電視機，咁同埋好特別之處咧，呢度咧就係有一個咧呢個設計就係叫做會呼吸嘅牆啊。咁嚟講咧做咩咧？就一打開。咁嚟講咧，其實閂晒所有窗之後咧，咁其實會有自然風咧由出邊咧吹入嚟嘅，咁啊又唔會話即係話出邊打風落雨，你閂晒露台嘅話，就成間屋你要開冷氣係唔需要，咁啊只要用呢一個咧會呼吸的牆咁嚟講咧就可以有鮮風入到嚟嘅單位，咁樓底亦都夠高啊，目測咧接近咧係3米啊應該咁啊樓書應該超過3米，因為有地板啊、地台啊咁樣。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客房，咁客房咧同個廳咧都係同一個方向，望翻個景觀都開嘅。咁擺完床之後，仲有位置咧係擺衣櫃嘅，咁啊冷氣機啊呢啲全部都係有齊晒。呢個單位兩房咧而家係放緊買賣嘅。咁跟住咧，我哋再去翻主人房。主人房咧342尺，佢做咗套房嘅設計。點解咧？因為洗手間呢一度咧多咗個門口啊。我哋入個主人房先。主人房咧，大家見到其實咧就比起客房當然寬敞咗嘅。咁啊，嗰啲闊落啊，咁啊擺完床之後，亦都可以擺到衣櫃，咁亦都可以擺到梳妝台嘅冷氣機。咁呢度咧就開一道門，咁啊洗手間咧就由呢一度咧就可以變為套廁啦。咁啊企缸設計，所有嘢都係全新嘅，浴室寶啊嗰啲全部有齊晒噶啦。咁嚟講咧就呢個位置咧就係門口啦。咁呢一度咧其實咧係會有一個鞋櫃咧。呢個位置可以俾到住戶有一個收納嘅空間。咁雪櫃、洗衣機有呢個雪櫃雙門嘅，咁啊都有齊晒噶啦。咁下邊咧就都係咧，咁上邊咧亦都係一個收納空間。洗衣機、圍鋪。呢度咧其實發展商咧都植咗好多嘅呢啲咁嘅儲物架，可以令到幫助到呢個住戶可以有更多嘅收納空間。咁上邊咧，其實咧發展商咧亦都安排咗有啲收納櫃位嘅，應該咧係去到呢一度啦咁嚟講咧就而家冇梯開唔到。如果大家對藍手41號網地鐵站樓下嘅有興趣，可以隨時聯絡我哋。自高物業自 top 助理，多謝晒。